揭陽虐殺旺旺呢件事全球憤怒，因為太殘忍，好多人都難以釋懷。但估唔到其中一個兇手嘅阿媽人渣俏麗萍，竟然唔憤氣出篇文還拖，自己個仔做咗咁傷天害理嘅事，究竟人格要幾卑劣先會好意思唔憤氣？睇完篇嘢，我終於明白點解佢個仔會係一個滅絕人性嘅畜生，因為佢老母都係畜生。佢篇撲街文首先同佢個仔洗白，話佢只係無知一時衝動先做錯事，本性唔係歹毒。咁細個已經以殘殺為樂，何止心腸歹毒，直情心理變態啦！佢又話網上啲人，你哋唔明養育子女嘅辛勞，梗係容易企喺道德高地講埋晒啲趕盡殺絕嘅説話啦。你個仔對旺旺一家就真係趕盡殺絕啦！旺旺全家死晒啊！仆街！佢仲話小朋友犯錯送入專門學校改正就足夠，冇必要公開私隱進行網暴，將孩子逼到無路可退。咁旺旺一家俾你個仆街仔殘忍虐殺，又有路可退咩？如果無辜嘅旺旺一家無路可退，咁點解罪有應得嘅兇手有路可退啊？仲好意思講咩專門學校？即係轉校就當懲罰。又俾人影到人渣老母帶個人渣仔去睇戲咁開心，呢啲就係俾人逼到無路可退啊！最後佢話大眾係借住呢件事宣泄情緒，將小事炒作成為地域紛爭。小事？佢個仔做咗啲咁陰質嘅事，佢覺得係小事，全家都係畜生。佢唔係枉為人母，係枉為人。我見到香港、台灣、中國、泰國乃至日本都有人將呢幾個畜生打小人或者作法之類。咁多地方嘅人都想你哋仆街，你哋絕對係死有餘辜啊！